中华高铁站对2015年营运到今，一直是高铁12个车站内面的出入车站人数上介低的车站。民众认为讲，这中华高铁站的车房上过少，交通佫不利便。针对这部分的交通部已经核定电中支线，要对电中火车头有一条铁路去到中华高铁站，按算是2026年10月要动工。高铁站内底，民众有行李准备要去坐车，去伫中华电中的中华高铁站，自2015年通车到今，进出站人数一直是高铁12个车站内底吊车尾的。民众认为交通无利便是主要原因。实在拢较无方便，大中的迄高铁其实坐不管你要去市区还是要去中华市，拢足方便的。所以讲我是感觉中华街会使做一定的改善。附近的交通对田中人来说算是方便，但是如果对田中以外的人来说，我就觉得应该会有点勉强。针对中华高铁站的交通问题，交通部已经核定电中支线兴建计划，要为电中火车站有一条铁路连接中华高铁站。顶个月已经核定电中支线基本设计，交通部长李明彦也特别到南关心进度。今年年底，伊的工程就要来发包，伊个先期工程，那么主要的站体伫2015年来发包。这中间我想即摆搁咧设计，现主持若有法度，咱尽量来听取大家意见。电中支线总工程费41亿，比综合规划时阵核定的经费加出19亿。代替公司依照定时办理修正计划，今年底会先发包完底电中火车站的整修改善工程。新电中站预计2026年10月开工，2029年的年底通车。交通部也宣布，为7月初1开始，中华高铁站会增加车班，提升运输的量能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